关注慰安妇基地博物馆阿嬷岛，因为疫情财务等等困难，伫去年11月暂时休馆。经过一冬的打拼，这个阿嬷岛也煞为重新开始咯。期待人权教育基地会当继续开会发言。不照相改，现在这个教授的观念我认不出来了，就叫我这帮大家进家煮饭，这样我就不人骗去。听阿嬷的声，讲出当年互人骗去做慰安妇的基地。电视参徛过小巷的展览区内底有阿嬷的相片，这是关注慰安妇基地博物馆阿嬷岛。过去因为疫情也有财务困难，阿嬷岛离开伫大稻埕的旧馆，即马刷来到台北新地路的新馆。因为过去可能大家在参观旧馆的时候，就是以比较文物的部分来做一个呈现，然后大家可能就是走过去就看过去了，所以透过了声音的表达，展场里面会有很多的声音，阿嬷的声音，然后透过了聆听之后，再来静下心来想想看，我们如果是他的时候会是怎么样？特别展览区即阵展出Me Too先行者主题。有家属讲，这个阿嬷1990年代就开始甲妇援会合作，出面开记者会接受访问，对日本政府提出诉讼等等。那 Me Too 是在2006年开始的嘛？那到2017年的时候，好莱坞才又发动了这个比较大的运动。那其实阿嬷在1992年的时候就站出来。阿嬷岛即马是试营运期间，10月27到11月25，早是10点到下晡5点会使参观。有家属讲，11月26正式开播了后，会有济推广活动。望阿嬷岛会使乘做人权教育的基地，不过因为财源的困难，需要大众的支持。记者郭根陈排文台北报道。